日月潭的花卉节，每一年拢吸引到专业的摄影师去翕相。南投埔里一个摄影师，今年出动2组的人马，一组是近距离为关所在翕落去，翕出到烟火印尼的湖水的美景；另外一组是远距离翕出到烟火甲码头的灯火互相交叉，果然翕出到真水的相片。烟火冲上天，将南投日月潭的夜空照甲有够水。这是一年一摆南投日月潭烟火节，美丽烟火是重点。南投埔里都有一个专业的摄影师用相机翕到烟火璀璨的瞬间。烟火在空中爆炸，下开日月潭湖水变做一面镜，形成画面有够水。换一个角度，更较远、更较快，配合码头边的灯火，还有大路的车灯，变成一把光影交织、充满奇幻气氛的相片。想要翕出这精彩烟火相片，不是干那2块门尔，摄影师是加尽脑汁，想尽办法。动用2组人马，一个以俯角拍摄，利用湖面沉浸的特性，拍出魔镜中花火的真面目。摄影师讲，这个烟火相片拢是真实的表现，放伫社群网站以后，有真侪民众转传分享，嘛，互日月潭的美景，搁引人注意。